大家好，我係關愛社區藥房嘅藥劑師 Betty。今日咧會同大家繼續講下邊啲高危人士要特別小心，盡量避免患上香港腳。第一類咧係糖尿病嘅患者，因為咧你哋個傷口愈合能力比較差，感染香港腳之後咧好容易發生嚴重嘅併發症嘅。第二類咧就係成日都經常要長時間着鞋、皮鞋、運動鞋嘅人，因為鞋入邊咧會好熱同埋好潮濕啊，就係真菌生長嘅溫床。第三咧就係經常要去公共浴室啊、泳池啊、健身房嘅人啊，因為咧赤腳咁樣行咧，接觸到真菌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感染嘅。咁啊，最後一種咧就係出汗多、抵抗力又較弱嘅人，咁佢哋嘅身體嘅防禦力咧就唔夠啊，咁啊感染又容易感染，而且感染咗之後咧亦都係好難好返嘅。如果你想知道下香港腳唔處理會有啲咩危險出現咧，咁就要留意一下下一個視頻啦。